继续看台东一间国小学龄前的特教班传出讲学生受到虐待，今仔是有家长出面指控，佮讲这老师在一当前都有状况，学校拢无处理，至少有来学生受害。学校是表示讲，这老师已经停职调查了，教育处卖伫4月底来公布调查报告。我的妹妹是很无助的，没办法叫，没办法哭。 然后很惊吓的在当下，讲到目屎流、目屎滴，唔甘囡仔归因过上痕，家长出面控诉囡仔伫学校被不当对待，老师有记有当地小姐行为，毋过通初找学校调监控完全查无异状。怒控学校包庇稳重实情，事后告私下向顶管通报，无告知家长。当下我看到孩子受伤的时候，是老师跟我说是椅子砸到的。 学校与教育处已经知道孩子们被老师不当对待，也没有做一个积极的反犯作为。疑似虐待囡仔案件伫台东关山国小的学前特教班，无奈学校处理引起争议，家长也支持当地教育处，早伫1月初9就接到通报，刷拖到1月20才成立调查小组，甚至过1个月过，家长总算看到真正的监视录影画面。教育处很好混吗？12年前一次了，今年后面又再一次。专案的特教老师至少2个被控虐待，有家长也讲到老师1年前早就共款行为，学校煞无要插，全班的8个学生有2个人拢受伤害。业管单位都是依照当时候所掌握到的讯息来进行通报，对于幼儿受伤的实际原因，我们都配合调查。其实就在2天之内。 知悉之后，马上就开始启动这个作业，所以并没有做一个延迟的通报或延误。教育处回应专项无延前，伫接到通报的2天内，即个展开修正，学校也好尽包庇，表示发现老师疑似不当对待了后，马上向顶管通报。目前涉案的老师已经被停职调查。我们会持续督导地方政府应该要依法妥处。 疑义的部分，我们也会请他们做一个厘清。教育部也开始了解，要求厘清疑点，相关行政调查，台东教育处按算4月底出来。即马家长阁提告，只求真相调查清楚，幸福家属甲囡仔一个公道。公视新闻台北台东报道。